空毛影。美警爱咱用公德心来做保护，来讲台中的消息。台中市捷运的重要干道的路线文心路，这大家知影。发生一件车祸，加在2台车驾驶拢无受伤。互人较意外是，其中一台乌色轿车是所有免入之王的迈巴赫，介绍新车介绍是880万来起跳。另外一台保时捷的破讯呢，也介绍嘛将近300万。为现场拉个满4个零件来判断，这个干那维修修理费用恐惊真恶算。路口2台车相A，详细一看，正边的乌色轿车是有免路之王之称的迈巴赫，另外一台是破序的修理车，2台高级车拢做伙，看到的民众拢感觉真特别。要价上千万的一场车祸。车祸地点是伫台中捷运沿线重要干道文心路，当时要落雨，路况嘛真正常，到底是安怎会发生这场车祸？这处 T 字路口因为没有交通号志灯，驾驶开到这里，要是没注意车况，直接右转的话，很容易发生车祸。迈巴赫敢若是要正末，切入去内车道，弄着破碎，好佳在2台车驾驶拢无受伤。这场车祸，互民众讲是真贵的车祸，到底有偌贵？乌色的免路车王迈巴赫排气量4663cc，455匹马力，连到100公里的速度需要5秒，新车888万起跳。另外一台破碎修理车马肯，排气量是2984cc，265匹马力，连到100公里需要6秒4，新车要297万，2台车加起来超过2000万。对现场的状况看起来，要纳一条真大条的维修费。光这颗大灯就快20万，那初估的话，迈巴赫的维修费应该是会接近100万。或许马 Ken 这一台，因为它这个是属于铝合金车体的部分，维修费大概上看100万。经调查，2台车驾驶拢无啉酒赛车。根据了解，这台破序才拄保养煞，车主拄对保养厂塞200公尺，就互迈巴赫弄着。目前警方嘛正咧调查事故的责任归属。生生不息，宏观视野，我是申宏。想要看体育新闻，就要赶快看华视新闻，赶快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哦。